北埔以客家人居多，来到这里的客家休闲农场，可以回味古早时代的传统客庄生活，还能动手制作客家美味米食。接口要稍微压一压，你那个绿豆不能露出来哦。请你做成小白兔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？红萝卜。对，请你做成红萝卜之后，轻轻的压。那红板呢？我们做好呢，要来拜土地公。那要大家穷好了一走，做的数量多，我们做好才能拜土地公。看谁做的最漂亮哦！耶，我先做漂亮了。边做红板边听客庄故事，小游客们开心全写在脸上。我喜欢把板放到模子里，因为很好玩。红色的，我最喜欢吃了，我就会变成公主。之前都是在外面买，然后自己动手做，吃起来不一样。里面转，好，那阿姨这一个给你，跟你换，你拿着转汤、转小碗、香菇。客家米食种类很多，做完红板，大伙儿接着来包猪笼板。我们的菜包跟我们客家人装大猪公的猪笼一样，好，所以我们客家人称这个菜包为猪笼板。这个体验呢，是从课本上学不到的，而且小朋友呢，能从中体验呢，这个米食文化很好，然后让客家的传统呢，能够让他们更了解。多样化的客家米食 DIY， 让游客一次完整体验。走一趟北埔的休闲农庄，在欢笑中品尝自己完成的客家米食，相信更加别具风味。上课喽！乡下来做，乡下来做，乡下来做。